伫立委陈廷辉甲林美景安排，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上午南下考察台南地区的经济建设概况。第一站是在台南科学园区，市长王伟体并且亲自出席，会同经济部长王美花积极来争取，希望台积电1.4奈米的先进制程会用个设伫个台南。对此，经济部长回应，会将市府的准备甲地方的意见召回经济部来检讨。接续这件人嘛转往新竹工业区，一方面听取地方的意见。另外，嘛，甲厂商代表来座谈，希望帮助地方解决中小企业的需求。我们在这个今年5月的时候有一个疫后的特别条款，那我们就提出了我们的产业的升级跟转型的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它有很多的一个协助我们产业再发展的所需要的措施。我简单讲，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补助，我们提供你面对低碳化或者是数位转型的购买机器设备的补助，甚至你的技术发展的一个补助。那第二个部分，我们也提供辅导。如果你的公司是比较小，没有办法去做这些工作，我们也透过我们的一个计划，引进我们的这个法人研究机构来帮忙大家做低碳化还是智慧化的相关的能量建构工作。另外一个部分，这个期间如果大家这个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从业人员去做训练，我们也提供低碳化跟智慧化的一个训练，这种编辑。好，那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中小企业署那边也有提出这个相关的贷款，有一个疫后这个贷款，疫后振兴贷款，另外还有加一个低碳化跟智慧化贷款。你要让每一个中小企业主都知道，否则知影人会晓办，唔知影人是唔知要去倒办。所以我觉得说这个部分是我们未来，因为我们整个经济部我们所有的所谓行政单位有做了一个调整，所有的司都变署，然后甚至有做一个所谓你们内部的一个工作调整之后，我觉得应该要更清楚的把这些资讯怎么来协助，应该要有窗口针对各个工业区，也就是这个工业区他知道能够怎么去协助厂商，厂商如果有需要的时候，这个窗口可以去这个搭配我们现在哪些政府的政策。虽然新竹工业区是地方家己开辟，不是属中央管理，不过伫个100多公顷的开发面积，目前总共有121间厂商来进驻。伫个前2冬，当着断电事件不断，后来经过立委陈廷辉的沟通协调，总算要伫个工业区来兴建变电厂。上午的座谈，包括经济部、厂商甲台地嘛拢在场。目前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预计今年底进前建造就会用来挂件，116年兴建完成。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